大家好，好耐未介紹過武俠電影俾你哋睇啦。咁今日咧就要介紹一套經典之中嘅經典嘅武俠電影俾你哋啊。名字就叫做《新龍門客棧》。好早期拍片嘅時候咧，就應承我啲 fans 同觀眾咧就會介紹5部最好睇嘅武俠電影。但係到今日咧，我先將最後一部介紹俾你哋，就係呢套《新龍門客棧》啦。呢套電影嘅陣容就厲害咯，有主演嘅梁家輝啦、張曼玉、林青霞，仲有丹爺嘅甄子丹，配角都好西非利，有吳啟華啦、徐錦江、袁長仁，估唔到仲有 Yumiko 鄭希怡，哇！真係要翻睇先，我估唔到有佢做啊！喺嗰個時候，呢套片已經屬於大製作啦，預算有1600萬，喺香港只係收2100萬多少少，但喺台灣咧就收咗差唔多4007萬嘅台灣幣。估唔到我哋台灣同胞咁欣賞呢套電影啊！監製當然係徐克啦，編劇徐克都有份呢套嘢，動作導演咧有程小東，所以裡面嘅打鬥鏡頭咧都係好精彩嘅。武俠片嚟講咧，呢部片咧文戲比較多，好多鏡頭咧都喺龍門客棧裏面，咁有追殺佢嘅人啦，喺度互相試探、勾心鬥角、拖延時間等救兵，咁亦都有呢個兒女情長嘅，同呢個金雙玉、張曼玉飾演嘅角色，咁佢咧就喺度勾引呢個梁家輝飾演嘅周維安嘅，都幾特別、幾得意嘅。好，咁係咁意都要講下故事內容嘅。咁故事咧就係講由甄子丹飾演嘅曹少陰就害死咗兵部尚書嘅楊宇軒，咁為咗想引楊嘅舊嘅部下出嚟，想一網打盡呢，咁佢哋就用咗楊宇軒嘅女嚟做嚟引佢哋班舊部下出嚟啦。咁其中嘅舊部下呢，就係由呢個林青霞飾演嘅邱莫言，咁成功咧就救咗楊嘅女，然後咧就約咗佢嘅情郎周懷安喺呢個龍門客棧會合，但係原來佢哋已經俾東廠嘅3大高手追蹤，然後咧喺龍門客棧咧就同周維安佢哋糾纏拖延時間，等終極大 boss 嘅曹少陰由甄子丹飾演嘅帶同總兵力嚟消滅佢哋。咁周維安嘅由呢個梁家輝飾演嘅嗰班好人能否逃脫呢個大難呢？咁就請有興趣嘅觀眾去睇睇呢部電影啦。呢部電影又正喎，有高清版本，仲可以喺 YouTube 睇到。中意睇國語話粵語嘅版本都有。好，咁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，多謝晒所有觀眾嘅收聽同收看，記得臨走個4部曲啊！好，拜拜咯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， 因為咁樣咧就對我哋呢啲咁小頻道咧係最大嘅支持同鼓勵。如果可以 comment 埋就最好啦，多謝晒。